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最近中国的面癢菌的疫情大爆发。最近网络顶咧流传，讲台湾为今仔日12月初1开始明仔载，这个8大场所强制挂喙罨。这卫福部疾管署特别出面来回回，讲网络流传的是过时的资讯，也就是讲这是错误的消息，即卖并无这款的规定。另外，对抗新冠病毒发挥着功效的清冠1号，而咧抵抗着霉菌菌甲腺病毒等等的类流感，原来真有效。患者哭哭扫扫袂停，即马到秋冬季节，有真侪种呼吸道传染疾病，加上中国微菌的案例野传，最近伫咧网络顶就伫咧传讲，12月初1 8大场所强制挂喙罨的错误资讯。疾管署出面澄清，强调网络流传的是过去资讯。今年8月15、14喙罨天，即马国内爱挂喙罨的所在，伫咧病院诊所、一般护理之家和导航护理机构，这类所在都介绍家己要挂喙罨好。这是中国微菌菌的疫情升温，互外界拢真烦恼。即马就传出一件好消息。大家以前会认为细菌跟病毒是不同的反应，其实它在身体内引起免疫发炎反应是都有相同的路径。清冠1号这样的药物呢，对于霉浆菌感染或身体的这个肺炎发炎反应呢，呼吸道融合病毒、肠病毒，这一些呢，其实都有很好的效果。中医清冠1号对了是新冠病毒，包括微菌菌、腺病毒、RSV 等类流感，会当透过导报点的方式调节相关细胞激素和免疫活化分子，借由免疫调节作用，改善由细菌、病毒等多种的病原体诱发的免疫失调疾病。在不同的这个病毒或是霉浆菌感染的时候，还是有医师在临床上依照病人状况来做修正。今仔日开始，东北季风变好，东部北部天气转湿冷。明仔载暗时呀，后日透早，北台湾平地上气温恐惊到剩13度，民众都爱勤小好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